老師每一日都為我哋付出，幫我哋補課，同我哋傾心事。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老師可以為學生付出到呢個地步？我記得 Leo 咧，中一入咗嚟學校冇幾耐，佢就參加咗我負責嘅活動，叫創藝坊。喺創藝坊裏邊咧，佢有機會學習作曲啦，同埋佢係負責演奏小提琴嘅。喺好多嘅比賽同埋表演當中咧，我逐漸就發現佢咧係好有音樂天分。有一日，藝術及科技教育中心即係 ATEC 嘅陳校長咧就嚟到學校啦，佢就向校長同埋我咧去介紹佢哋嘅 DSE 音樂嘅課程。當時我覺得咧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啊，所以咧我就向 ATEC 嘅校長咧推薦阿 Leo 咧去入讀佢哋嘅課程。咁我就即刻向 ATEC 嘅陳校長推薦 Leo 咧入讀佢哋嘅課程啦。但係後嚟我知道原來 ATEC 嘅課程咧係一個3年嘅正規課程，一定要由中4開始讀。咁當年 Leo 咧已經係讀緊中4㗎啦。咁所以我就再去問呢一個 ATEC 嘅音樂科主任啦。咁但係科主任話咧，佢唔可以收阿 Leo 去入讀，因為呢個係 ATEC 嘅規矩。可能去到呢一步，好多人都會選擇放棄，但係 Miss Liu 就決定行多一步，再行多一步。我記得咧喺 ATEC 嘅開放日嗰日啦，咁我就嘗試去到學校周圍去揾阿科主任啦。咁到我揾到音樂科主任嘅時候咧，佢真係好驚訝，佢諗唔到咧我會去到 ATEC 度揾佢。其實咧，我去 ATEC 咧揾音樂科主任之前咧，我就熟讀咗咧 DSE 嘅音樂科課程，我仲做咗本筆記。咁我就同阿科主任講啦，你信我啦。如果 Leo 咧冇學到嘅中4課程咧，我一定會幫佢補習咧教翻佢㗎。咁呢一個嘅筆記咧，其實我就已經寫晒咧 DSE 咧佢要考嘅課程啦，佢嘅重點啦，同埋啲主題。咁希望阿科主任咧可以知道我嘅苦心啦。我記得嗰日 Miss Liu 翻到學校，仲即刻入嚟校長室喎，咁好開心同我講，佢話 ATEC 嗰邊咧應承咗，如果 Leo 參加學校3個星期之後嘅音樂考試可以合格嘅話咧，就會考慮咧 Leo 插班中5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啦，我哋非常之開心。Miss Liu 仲好開心咁話，申請咗自己同 Leo 一齊應考喎，仲話已經獲得學校嘅批准，當時真係嚇咗我一跳。咁詳細問咗 Miss Liu 之後咧，原來佢早有計劃嘅，佢就希望透過同阿 Leo 一齊咧預備呢個考試，就能夠掌握到 DSE 咧音樂科課程嗰個評估嘅方式。咁將來咧就能夠咧更加有效咁樣咧係可以咧輔導到阿 Leo 咧係考好個 DSE 啦。Miss Liu 係我哋多年嘅同事，佢盡力幫助啲學生，我哋完全係感覺到嘅。我知道咧，除咗係有心唔夠嘅 ，Miss Liu 嘅解難能力咧仲先相當強嘅。佢盡心盡力幫啲學生。呢啲同事咧，我哋係應該要俾多啲空間佢哋發揮，得益嘅始終最後就係到啲學生。嗰陣時我同 Leo 咧，每一日嘅朝頭早啦、午食啦、放學啦、星期六朝頭早啦，我哋都會補習㗎。咁因為咧，我又唔係好熟嗰啲粵劇啦，咁所以咧，我就唯有邊學就邊教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教阿 Leo 咩叫浪裏白咧，咁我哋就一路唱、一路跳、一路笑咁樣啦。咁你哋最後考試成績點啊？因為份卷咧係中文卷啦，咁有啲題目咧我淨係識得用英文去答啦，咁就扣咗啲分。我咧就有56分。咁而 Leo 咧就只得36分，係唔合格嘅。不過咧，最後奇蹟係出現咗嘅，唔知係咪我同 Leo 嘅決心啦，打動咗音樂科主任啦。咁 ATEC 咧就決定取錄咗 Leo 咧係入讀中5嘅課程。Hello， 大家好，我係 Leo 林漢庭。最後我喺 ATEC 讀咗2年 ，DSE Music 都攞到理想嘅成績。跟住就入咗浸會大學嘅音樂副學士，讀咗2年之後就再入翻去學士嘅3年班。咁講唔知會唔會好冇禮貌，但係我覺得 Miss Liu 好似當我係仔咁，每一次我需要佢幫忙嘅時候，佢都喺我身邊。跟住喺我浸會畢業演奏嗰陣時，佢都有嚟聽，同埋仲整咗一隻公仔俾我。佢同我個 tutor 自我介紹嗰陣時就話佢係我嘅中學音樂老師，嗰下我覺得佢好 proud of 我覺得好感動。
我覺得一個老師嘅努力係真係可以改變學生嘅一生。而 Leo 亦都憑借自己嘅毅力同埋才華，成功獲取獎學金入讀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成就自己嘅音樂夢。一切全憑住師生當時能夠多行一步，先至能夠將前路越走越遠。有時就係咁噶啦，只要老師願意做多少少，學生就可以行多一段路。